走进名家，欣赏名段，名家名段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我是钱慧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要和您一同欣赏几部金采风老师与男演员合作的佳作。首先请大家欣赏采风老师和史继华老师在粤剧电影《祥林嫂》中的精彩片段。他犯下了一生罪，我问老子冤不报，我不应该翻江牢笼来责怪，只见他又是懊恼，他又是悔，坐如一棒，他发了呆，他叫我要死不能死，要跪又不加跪，要闹又不能闹，要赔又不能赔，这真是真也难来，我流也难啊。金太亮奈我真爱悲，我好命苦啊，我好命苦啊。万里长空请为忠魂舞是上海粤剧院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而创排的一出大戏。其实在金采风老师的艺术道路上，曾经多次得到了周总理的关心，尤其是演出《西厢记》的时候，更有几次近距离的接触。因此在金老师的心中，一直是对周总理充满了感激和敬佩之情，演这出戏也就融入了特别多的感情。
相比于女子越剧善于演出才子佳人戏的固有观念，也有不少人认为男女合演只演得好新编戏、革命题材的戏，对于古装戏就束手无策。其实在男女合演历史上也曾经创作过不少优秀的古装戏，比如获得男女合演第一次掌声的《十一郎》就是一出古装戏，而《西厢记》这部经典同样也是男女合演的成功代表。说起盘夫索夫，大家都知道这是金彩峰老师的代表作。对于他和陆锦花老师的合作版本，大家尤其推崇。
其实金老师还和刘珏老师一同演出过盘夫。演对手戏的演员换了，金老师的表演也有那么一丝微妙的变化，您能感觉出来吗？抬手关好两扇门。你把门关起来做什么呀？我们是被锁进去。好，那么你背关背，我可是掩耳不听啊！贵人，你再听下去。我不是天堂是暖境，我不心脏来分心分。我弟弟真心为公子，真勇是我的真命情。我一家人本想天人落，恩之恩朝中为出奸人，奸人上天黄州本，来了人家也没书记了嘛，有这种事书记。我的欺奸人早就大了，第七奸人，我骂你严重啊老臣，我骂你奸人老严重，你妄淫霸道的在朝中，你残害忠良有多少？你却赞我是心太凶，你以为斩草更易事，偏偏道出我真勇。小生杀在凌云寺，我定在你今日的老年有讲你之外啊，你之外，我骂你今日你之外，你无知同朝为一样奸，你把来自终身许配我，你要靠本事是中盘难，小生啥有出头人，我把你无知一地看，你饶了我啊，饶了我！我骂你奸人老问我，你去年不是把妹来做，别人用金子包的大妹，我是清风宝剑。你问我也没亲啊，也没亲。我骂你奸人也没亲，你是富家不为的烂小人。我才不应做你命令，只不到中间不名人。小生他有高官做，我将你起滚下手，去从军。还有一个小情人啊，夜来人啊，年来人。我不应娶了夜来人，只可惜你身上的见着年佛们啊。纵然你待我是真心，真乃是受人之女。真诚情，你的头六根，我将你一封休送给娘们。哎呦，你好！我兰真没有带错你愿抱得心太狠，你无情来我你还有什么不
妻情。你来去去，要到华冈并无情。哎呀，娘子，念在夫妻之情啊！哼，有什么夫妻之情？真岂有此理！娘子，我的妻谁是你的娘子？修道真用夫人言，真奈我血海深入心头心，错把你娘子当仇人，经营个房子。什么？你是我的言得起呀！这什么兰真是言啊在心，你是不看着心向我去，又找啥在凌云子。你是一封旧书将我离，今日你落在相国府，我看你插翅也难避。哎呀，娘子啊！可怜我辈奸人言儿受尽啊苦，难道你眼睁睁看我去走邪路？见死不救心我啊人，娘子啊，你我到底是夫啊夫？你杀到华堂去禀告，亲手杀了你丈夫。娘子啊，夫妻总有夫妻情，万望娘子来饶是我啊，娘子亲呀！我听得冤家来夸诉，你深深打动了我肺腑啊！我搭救了冤家命，那年父母们难过，我搭救
救了父亲与祖母，我难救眼前的亲丈夫。两家生死要我定，那阎王好比我拦针来做啊！娘子，你就饶了我吧。我夜里放下两条路，我拦针真是太无路。我弟弟做天下马，我祖父血水杀人多，我怎能不去忠良子？我怎能言我亲啊丈夫啊！娘子，只要我们夫妻呀，天翻地覆做花姑。乃为你跪下的来，苦苦的哀求。少你起来。啊，娘子，哎呦，哎呦，哎呦！啊，本人请起。此次多的娘子，本人下次说话可要小心才是。下次说话一定小心。啊，娘子，你到哪里去呀？我们回房去呀。怎么？哎呀，我在这里岂不是要耽误了你的读书啊？娘子休得取笑，让小生陪同娘子一同唱了。此次本人请。娘子请。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越剧院再次排演《彩楼记》。当时生在男女合演团的金彩峰老师，这次依旧是和刘觉老师合作。经过之前几度携手，这时两人的配合已经可以用默契来形容了。尤其是新婚小夫妻之间那种甜蜜又带有羞涩的感觉，两位演来真是让人回味无穷。小弟来呀！来想起
心，但愿结老相连心。小弟听啊！哎呀，好心呐！叫我怎样上去你？让我扶你过去吧。没有，小弟走吧。哎呀，好险呐！小弟，你看现在这是山坡啊！山坡！哎呀，我又怎样上去呢？让我也扶你过去吧。你在前面
雪红热情。表弟，哦，是规矩，夫君的家园。不远，就在西面了。汉文皇后同样也是一部男女合演的成功之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男女合演的这种形式，赋予了这出新编历史剧女子越剧很难达到的历史厚重感。自从啊，
王寡人夫爱卿的王儿之处。通过演出《汉文皇后》这出戏，金彩凤老师还认了一个弟弟，那就是著名男小生演员赵志刚。排这出戏的时候，金老师已经是非常有名的演员了，而赵志刚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有金老师等前辈的提携，也令赵志刚的表演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而这段姐弟情也跨越了好几十年，历久弥新。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在2011年金彩凤老师的舞台艺术专场上两位的精彩演绎。姐姐呀，我落水陪挂立足迹，泪落异乡早晨起，我桃山岗双里边迢迢
魂的到头来没吵架，娘为嘛做奴隶，腹中苦水难吐的，长长渐渐谁心哪里？
一段感人的姐弟相认之后，今天的名家名段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在下期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介绍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金彩峰老师和他的京派艺术。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娘亲你娘儿你来三儿娘啊娘女儿真真杀亲啊娘不知为弟弟他心情你我深深插在母女分两旁。妹在道理真来到张家喜晴天年闹今日新拜奉新城里里娃娃上上下下里里娃娃上上下下处处欣喜往外